监察院第25办理一件花莲的视讯侦证案，这是监察院头一摆和民众伫线顶向值班的监察委员来视讯侦证，也互住伫开发较远的民众更较利便。院长好，嘿，你好。监察院院长当局坐伫镜头前，甲线顶的花莲民众拍招呼，这嘛是监察院头一摆启用网络受理侦证案件。最主要是希望让在比较台北以外的县市、偏乡的县市，如果人民要陈情，我们觉得应该要让它更简便。我们就说陈情零距离，我们的沟通没有障碍。当班的监察委员会当面来听侦证的民众拄到的代志。民众若是去监察院的网站试便民服务的视讯侦证，注册后会使注文。目前试办2场，明年初正式开办，逐个月初1到初5开放民众来登记，伫各县市来轮班。那预约之后呢，我们会看看您的陈情书，再跟您联系说什么时候在当地的审计室来进行连线。监察院特当平均受理150件的民众侦证，因过民众拢透过邮批、传真、电子批，也是向各地巡查的监察委员来侦证。若无，就要亲自去到监察院，依司法案件占上济。新措施除了方便民众伫防疫时期，嘛算是加了一个防范的管道。记者陈雅文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